林那为
只是请咱闭目深三角来敬拜上帝。来啊，咱着向耶和华唱歌，向救咱的石盘出欢喜的声。咱着到伊的面前来感谢伊，用诗歌向伊出欢喜的声。因为耶和华是大的上帝，是大的王，赢过拢总的上帝。咱三角来吟诗，圣诗第81首。主温柔仁爱声音，听了受感化。恁囝若忧闷劳苦，着来就近我，一切重担得脱落，我互恁安息。请咱起立来吟全首。咱三角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使徒圣经，我信上帝，全能的爸，
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受难受苦，顶是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国活，上天搭坐全能的爸，上帝大兵。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是公道的教会。信徒的相通，罪赦免，肉体国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三甲来交托启应文第62。启应文第62啊，就是腓立比的第2章，显着咱三甲来启应。既然恁甲基督结连，有得到结连；既然恁甲圣神有交谊，恁就有相款的心志，和谐的感情，毋通自私自利。嘛毋通追求虚荣，你逐个人毋通只有顾家己的代志，恁着有基督耶稣的心志。伊反转摒空家己处奴仆的身份，伊自愿谦卑顺服到死，因为安尼，上帝提升伊到上悬的地位。安尼，为着敬重耶稣的名。一切罪拢全认，我基督是主，来荣耀的上帝。请咱额头三甲来祈祷。亲爱的爸上帝，阮真感谢你的保守，互阮会当来到教会来敬拜你。我的上帝，我要尊你做大，永远学罗你的名，日日称谢你。上帝啊，感谢你用半巴的智慧来教导阮，互阮明察家己的软者甲限制。虽然阮时常犯错，你也用慈爱甲怜悯陪伴阮。阮愿甲你同行，求你用真理的话引带阮，互阮伫即个不安的社会、扰乱的世界，会当掠着你的话，万事都带来愿望。伫空虚的人生中，运用你所赐的智慧来荣耀你的名。阮也为着即摆屏东的爆炸的事件，丧失性命的消防人员的家属祈祷，恳求主甲因同在，安慰因悲伤的心灵，也为着今仔日袂当来教会敬拜你的兄弟，求你甲因同在。阮安尼祈祷，拢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下面圣歌队今日一样，想要为咱献唱的是主领我路。
真感谢余阳兄用水的歌声来带咱敬拜，下面咱来恭守上帝的话。今仔日要读的经文是记载伫新约马太福音第11章28节到30节到30节。和合本是15页，汉语本是13页，现代中文版是19页。恁囝若着我担重担的，着就求我，我要互恁安息。我的心内温柔谦顺，恁陪我的担来对我学，就恁的心情会得到安息。因为我的担是快，我的担是轻。以上，愿上帝听叹赐福伊的话的人。下面是讲到咱今仔日上帝要通过牧师所托咱的信息是减轻你的重担，请牧师。各位兄弟，大家平安。真紧，咱已经到伫9月的最后，也就是讲，后礼拜开始就是2023年的最后一季。所以印象中，就像咱打过新年尔，一捌哩久咱已经到伫一年的最后的1/4。所以咱真正爱把握咱的公因。搁来一项代志，咱敢有注意到咱的周报顶面，咱数字，咱是即个西欧教会第几个主日礼拜？2001哦，这嘛是一个一间教会的里程碑啦咱知影一年中间有几个主日？礼拜天有几个？52也是53。所以爱对第一到伫2000到伫今仔日咱2001遍的做礼拜其实是38天的公因啦38天前牧师敢若初中生尔咱在座迄当阵可能是高中生，嘛有当时是这个少年时拄好漂泊大学生的时代，也是拢在座我知影讲咱有第一即个上早期就伫遮聚会的即个真正是资深的会友嘛，伫咱中间38天讲起来是无简单38天小姐变做阿嬷囡仔变做即个中年真正无简单咱也为着讲教会无论经历过起起落落经历着即个内湖地区真大的变化以及整个社会的环境的变迁讲实在话咱其实爱为着咱教会悠然徛在到伫第2001的主日礼拜咱爱感谢上帝咱也爱求上帝持续带领咱。今仔日圣经信息分享以前，咱先做伙压头来祈祷。慈悲大权能的主上帝，愿感谢你，感谢你透过圣经来对阮讲话，恳求上帝你的圣神，伫以下圣经信息的分享的中间，你亲自带领阮的心思意念，互阮会当亲身来听见你伫心中对阮讲话。恳求上帝你互阮无论是分享的也是听的，拢会当平平对伫主你的话来得到造就，得到利益，因为你的话是真实，你的话也是宝贵。恳求上帝你亲自带领，阮的祈祷是我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顶一个主日圣经信息喺探讨，咱要怎样将咱的骹步暂时放较慢呢？莫规工伫遐紧张，规工伫遐无闲，到后来所发现讲，好亲像家己啥物拢无做，好亲像家己敢若无闲尔，就像啥物拢无得到，忙。然后这进前一首老歌讲忙，忙碌的忙，过来咧，茫然的忙，过来咧，盲目的盲，看无着。今仔日咱就来看耶稣怎样教咱来减轻咱的重担，咱知影，对伫人类历史中间，自古以来，咱人类拢喺追求怎样来减轻咱的重担，所以讲人类真早就学会晓用杠杆原理来将重的物件来压起来。杠杆，什么叫杠杆？这初中的这个理化就会教杠杆原理 ，F1L1 等于 F2L2。你这边的管啊愈长，你用的力就愈轻；你这边的管啊愈短，你就要用较大的力。这叫做杠杆原理。所以用这款的方法，咱伫生活中间会当，互你感觉你的出力变得较大，出力变得较细，但是你会当压起搁较重的物件，感觉你有迄款感觉，就是你的气力变大。你有一款感觉，就是重的物件无搁遐重，这叫做杠杆。伫咱生活中间，咱用真多，亲像迄个扳手，咱迄个螺丝头，咱要甲伊拍开，咱用扳手，咱这边较长，迄边短，所以咱会当真小力就会当将这个螺丝的迄个头甲伊转起来，搁有就是啥物？迄个钉啊，你要即个钉啊落去，你要甲钉啊，甲伊摕出来，要安怎？你用迄个，我袂晓讲迄啥物物件，你甲伊安尼搅一个，用一个物件甲伊搅起来，这叫做杠杆原理。人类历史中间自古就喺追求怎样用上轻的力会当压起重的物件，用小的力会当做真大的工。所以古代希腊数学家阿基米德，主前287年到212年，伊发现这个杠杆原理，就是这个F1L1 F2 等于 F2乘以 L2，你这边的管啊愈长，你出的力就愈小。所以伊讲给我一个支点，我能移动地球。意思是讲用杠杆原理会当真小力会当做真大的工作。不过咱知影若要移动地球这个管啊毋知要偌长，可能人无可能，只有上帝。所以伊这只是迄说明讲这个杠杆原理啦，杠杆原理怎样会当透过杠杆，互咱小的力会当做真大的工。换句话讲，减轻人的重担。不过人总是有限，所以无可能会当移动地球。除非有一个真大的一个超越咱人会当想象的一个气力，才有可能讲遮尔长的一个杠杆。咱斟酌来想，伫咱生活的中间，咱派真多的重担，但是即款的重担，好亲像咱无可能通随便来放落。亲像讲，咱有家庭的责任，咱有工作的责任，
咱对伫人际关系，咱讲人情的济，也是讲教会服侍，实际上，这嘛是咱会当。咱绝对无可能讲为着减轻家己的负担，所以咧，你着讲我无爱做啊，你着讲当作无看到，我无看到上好，我毋知上好，我若知我重担愈大，我若看到，也是讲别人看到，我伫遐无迄振动，哇，安尼我责任哪来哪重？好亲像咱伫生活中间有非常侪的负担，袂当用即款无负责任的态度，讲无看到就好啦，也是讲我放落，反正有别人会做。好亲像咱生活中间真侪负担，毋是安尼。亲像讲，咱加减拢有经济的负担，咱敢有可能讲去外口买物件，无甲人付钱就走？无可能。咱总是爱担起来，也是讲你有接受到什么工作的分配，你讲我不干了，然后物件等一边，但这伫咱生活中间，咱绝对袂当安尼。也是讲，你讲哇，家庭负担真重，囡仔遐尼，囡仔遐尼搞怪，然后咧，你讲。我不管了啦，我出去啦，我搬出去住啦，无可能啦讲身体可以这样做，但是你的心中总是会挂虑，所以减轻咱的重担，咱绝对毋是放掉这个负担，也是讲好，这个当作无看到，当作毋知，来闪避这个责任。反倒等，咱爱亲像。你工作的时阵，你做事的时阵，利用杠杆原理，会当互家己较省力，会当举起重的物件共款。所以，什么是咱生命顶面的杠杆？什么是咱人生中间的杠杆？这网络顶面的图片真深刻啦我毋知影讲1970年以前人买旅行即个行李爱用手来赶的这是1970年的即个行李箱的广告咱即马看感觉真好耍啊这无啥物嘛，但你爱想象迄个时代的人看到即个广告，讲哇，原来。行李会当用拖的啦，毋免家己用手来摕啦，来赶啦。咱即马会感觉讲，这有啥物新，这个奇怪的所在？但是咱想象，当即款的发明出现了以后，哇，这个旅行的人真欢喜，讲以后我着用拖就好，偌轻的，偌轻松的，拖的时阵嘛，感觉讲迄真优雅，真优雅。咱无搁用双手辛苦来赶行李，咱即马咧是真轻松去拖行李，这是偌大的改变。咱生活中间也共款，耶稣教咱怎样伫咱生命的中间，咱的重担安怎会当减轻？咱若无愿意。做迄款就是故意无看到，也是讲我不干了，然后就放掉即款的人，也是讲你要学习，你愿意学习耶稣怎样教咱减轻重担。咱所读马太福音11章25节到30节，这是过去。2000年以来，其实安慰着侪的人。我会记，这段经节，这段圣经，常常伫倒位听会到。当然除了这个圣餐礼的时阵会念，过来咧，个别式，
教会个别是上爱用这段来做宣调，对事礼拜的宣调。耶稣讲，恁囝仔着我担重担的，着就近我要互恁安歇。耶稣邀请咱来追求伊，来亲近伊，追求伊，亲近伊，因为伊会当减轻咱的重担，并且咱会当对伫主耶稣来得到安歇，来得到重新有气力，安尼咱才会当继续来面对逐样的挑战。咱爱知影，常常咱伫礼拜中间，圣经信息拢一直提醒咱，就是有一寡咱所承受的重担，其实是咱一开始就无应该摕起来家己担的。亲像16世纪法国的一个哲学家米歇尔·蒙田，讲过一句非常出名的话，讲我的一生充满了毋捌发生的恐怖甲不幸，我的一生充满了毋捌发生的恐怖甲不幸。即句话咱认真来思考，无错，人生的中间，咱总是会拄着真侪艰苦事，但是这个艰苦事以外，敢是咱阁有真侪时阵是家己去将遐个毋捌发生的不幸、毋捌发生的惊吓的事，咱煞藏伫咱的肩胛头顶面，咱所担遮个代志，发生的遮个不幸、困难、挑战，已经互咱有真重的重担。但是有时阵，咱反倒转，搁较去惊遐个毋捌发生的惊吓甲不幸。亲像讲，毋知影伫咱礼拜中间无时间讲过一个寓言故事。一台拖拉机伫路边看到一个人歹重担，所以拖拉机司机就停落来叫伊：来啦，咱方向同款，你起来坐我的车，我载你过。结果咧，这个人伊歹真重的物件，伊无愿意放落。伊讲啥物？讲司机啊，你互我搭便车，我已经足感谢啦。我这个重担我家己歹就好。结果这个司机讲：你歹咧嘛是伫我的车顶，你放落嘛伫我的车顶，你着放落来较轻松啦。咱基督徒敢有可能有时阵，煞亲像这个歹重担的人同款？明明咱拢已经伫车顶啦，咱搁伫遐讲歹势啊！我家己歹就好啦。你载我一逝，我已经真感谢啦。安尼我加减我歹一寡，互你较轻松。无啦，你拢伫车顶啊啦，车已经喺载你啊。这就来，这个寓言故事就来回应，都讲这个法国哲学家蒙田会讲的话。真侪毋捌发生的惊吓的事、困难的事，咱煞去甲伊抢来歹伫咱的肩胛头。大多数咱所烦恼、所惊吓的事，其实根本无发生，但是咱煞选择去惊吓，选择去烦恼，煞抵到家己规工心情无开阔，抵到家己永远有迄个重担。这是一本册，叫做这个压力的结束，The End of Stress， 压力的结束，
叫做唐约瑟夫高威所写的。其实内底讲的牧师进前嘛分享过，伊讲一个人所担心的事，85%毋捌发生。伫迄个发生的15%中间，其中79%你所才会发生，你所烦恼的事，其实你发现比想象的中间搁较容易来处理，也是讲会当互你得到宝贵的学习。所以咱安尼想起来，计算一下，97%咱所担心的代志，其实是咱心中惊吓的心理所甲伊扩大，也是讲你想象中间的错觉，甲伊扩大，所互你反倒转，因为遮的毋捌发生，也是讲发生也袂安怎，甚至发生对你有帮助的事，所互你所伫遐来跋倒。所以这本册叫做《压力的结束》，想想的嘛是嘛。牧师就常常讲啊，我细汉的时阵看到天顶的白云，会想讲，若落落来要安怎？缀着人要安怎？去山边看到山遐悬，想讲，土石流真恐怖。啊，若即马土石流要安怎？当然，台湾水土保持一直以来真无好，所以咧山区即个土石流是非常的严重。但是即款代志毋是规工会发生，毋是随时会发生，所以你去爬山的时阵，你若伫遐烦恼土石流、土石流，安尼你规工去佚佗的心情拢无好啊！你若去野外看到天顶，青天白云好漂亮，但是你伫遐烦恼讲白云如果掉下来砸到我怎么办？敢毋是咱常常拢是安尼，家己惊家己，也是讲烦恼起来囥，但是到后来咧，所发现讲你烦恼拢加烦恼的，你惊拢是加惊的。所以咱爱学习，通过祈祷，咱爱将所烦恼的遐个无办法控制的代志，交托互主耶稣。那安尼，咱会重担自然会当减轻。咱分别清楚，啥物是咱会当控制，啥物是咱袂当控制。啥物是咱袂当控制？有真多，咱总是会老。30岁、40岁、50岁、60岁、70岁、80岁，其实每一个阶段，咱身躯总是会老化。咱健康，咱无论咱安怎保持，咱80岁的时阵，绝对甲50岁袂比劲。甚至牧师50痛尔，我就感觉，以前安尼30岁的时阵。3工无困，伫遐写报告无问题。阁会当20几岁的时阵，迄个硕士的论文，3工无困，然后咧早起阁出去佚佗。40岁就袂使啊，50岁莫讲3工无困啦，1工较晚困，第2工就感觉血压可能阁悬起来啊。真侪代志是咱袂当控制的，咱只有交托互主耶稣基督。当然，咱有会当控制的，咱有会当控制的。亲像讲，你烦恼讲明仔载你有重要的代志，那迟到要安怎？咱会当控制，当然会使啊。安怎控制？提早出发嘛，咱提早1点钟出发就好啊。你讲明仔载有一个重要的会、重要的代志，我爱去办。咱要安怎来来面对咱的惊吓，面对咱的烦恼？好啦，提早出发，提早半点钟去伫遐烦恼，咱要提早1点钟啦。若提早1点钟你搁会烦恼，安尼好啦，
暗时你去附近找所在住啦，伫遐过暝啦，好无？真侪代志，咱来分别清楚，啥物是会当控制，啥物是袂当控制。那既然袂当控制，咱只有祈祷交托，互主耶稣基督。当然，有可能你一遍一遍寻求主耶稣，你发现讲，我心中犹原会操烦，我心中犹原有惊吓。但是，真正有时阵，一项代志，一项正确的代志，你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做。虽然讲一开始做无好，一开始无效果，但是咧，只要是正确的代志，你一直做，一直做，成做习惯，成做习惯了后咧，变成你身躯的一部分。我相信。自然而然，你就会渐渐无遐济会惊吓。但是重要的，就是这项代志若是正确，正确的代志，你一遍一遍来操练，然后变成你的习惯。当你有这款好的习惯，自然你规个人的心思，你的个性就会改变。所以，人爱一遍一遍操练咱家己，将担心的代志、惊吓的代志，用祈祷交托予主耶稣，直到咱会当真正将一寡咱无办法掌握、控制的烦恼来交托予伊，来予主耶稣来带领咱。但是，咱常时也爱。认捌着，就是将家己的操烦、咱的压力、愿意来交托，予主耶稣，这也是谦卑对主耶稣来告别，就是敢若伊是掌握一切的。所以这款的操练，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咱告别咱的信仰的行动，就是主耶稣。是掌握一切的，咱知影。虽然讲咱家己无错，真侪代志，咱爱勇敢来面对。咱爱用咱家己的智慧、咱的经验、咱的才能来面对、来解决。但是，当咱愿意透过祈祷来交托，这是告别咱认捌着，咱承认主耶稣。是主宰，主宰是主耶稣，主宰毋是咱家己。咱谦卑来告别这项事。伫甲主耶稣亲密的同在的中间，咱就会当找到安息。安息就是安静，互咱家己，互主耶稣的疼甲包容来包围咱。其实。圣经中间，尤其主耶稣的教导，教咱侪方法，互咱亲像运用杠杆原理共款，会当毋免遐出力，就会当举起重的物件共款，教导咱来得到信心，来得到勇气，担起咱应该承担的责任。担起咱应该承担的使命，来面对每一天新的挑战。其中，咱爱思考的就是，圣经其实教咱其中一款较具体减轻咱生活重担的方法，其实就是咱爱有信仰团体。团契的生活，也就是教会生活。这就是为什么科技发达、网络遐方便，咱犹原爱鼓励咱的兄弟姊妹，也是咱自我勉励，爱来伫教会来参与聚会的一个原因，就是信仰团体
参与伫信仰团体中间，甲兄弟姊妹有团契的生活，这是真具体减轻生活担当的方法。这也就是使徒保罗伫加拉太书6章2节所教咱的：恁逐人会同担，爱互相担当，安尼就成全了基督的律法。恁逐人会同担，爱互相担当。咱基督徒的生活，其实无应该离开团体，也是独善其身。因为伫团体的中间，咱才会当彼此担当，逐人会同担，逐人会同担，互相担当。只有团体的信仰生活，才会当安尼做。咱基督徒同担来个人的同担来互相担当，其实这是一个兄弟姊妹彼此相听的迄个关系的双向道。因为个人的同担互相担当，一方面咱爱愿意对人来坦诚，咱真诚来讲出家己的困难，讲出家己的重担，咱也表示咱愿意追求帮助，并且愿意互兄弟姊妹来关心、来帮助。这是一款彼此真诚、真心、互相对待的表现。你毋是伫团体中间为着民主。为着所谓的民主，你就爱表现出家己真强。其实真正的信仰团体中间根本毋免安尼。反倒转伫即个团体中间，因为咱有共同的信仰，咱拢知影上帝徛伫咱的中间，所以咧，咱有迄款的互相信任，甲迄款真诚的心。大家愿意诚实来分享家己的欠缺，分享家己所面对、所歹的重担，咱愿意追求兄弟姊妹来关心。另外一方面，咱也是用开放的态度，咱愿意听到别人的困难甲担忧。咱愿意去听，并且咱听了后，咱毋是寒话，也是咱心中伫遐幸灾乐祸，毋是咱开放的态度，咱愿意去听，然后咧，咱追求伫信仰的中间，用行动来帮助，用行动来关心。所以这是一个兄弟姊妹彼此相听的双向道，这是一款真诚互相对待，你也愿意诚实开放家己，互兄弟姊妹了解你。一方面，你也愿意听起兄弟姊妹的需要，你愿意去听，愿意去了解，愿意去体会，愿意做伙来承担，然后用信仰的行动来关心、来帮助。所以拄仔讲到，西湖教会已经38冬的历史，讲底其实比起100冬、100几冬的教会，西湖教会犹原非常的少年。但是讲少年，38岁实际上，迄若较早带较早生囡仔的38岁，嘛有人已经做阿公啊，嘛有人做阿公啊。西湖教会伫过去38冬以来，伫过去2000的主日以来，就着2000，这是真正里程碑。咱即间教会已经聚会到第2001遍啊，主日礼拜的聚会，咱是一间充满疼心行动的教会。但是咱大家
未来也爱做伙将这份信仰实践的精神继续来传承。咱过去行过种种，但是总共想起来，其实疼心的行动也一直伫即间教会中间来发生。所以咱爱继续来实践信仰，继续将这份信仰来传承。落去兄弟，耶稣不只是邀请着我担重担的人到伫伊遐来安息，耶稣继续讲，耶稣继续讲，你爱忍派我的担，忍派我的担，因为耶稣讲，我的担是快，我的担是轻。咱敢有想到即个问题？着我担重担的人来到伫耶稣，亲近耶稣，互耶稣来安慰、来医治、来帮衬、来得到安息。这道理应该咱一般的人是较容易来理解。但是你敢有想，为什么耶稣一开始讲来到伫我遮得到安息了后，伊继续就讲，你爱派我的担。毋知你以前读到有感觉即个转折，这有一个转折伫遐。耶稣讲，你若着无担重担的人来到伊遐来得到安息，然后马上就转变，讲你爱恁着派我的担。为什么耶稣安尼？得到安息就好啊！我规身躯伤啊，然后咧，我凄惨落魄，心中悲伤。为什么耶稣讲到伫伊遐得到安息了后，马上就讲你爱派我的担？为什么是安尼？你兄弟，耶稣的担是一款疼的承担。耶稣讲：“恁着彼此相疼，亲像我疼你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耶稣的担就是疼的承担。咱基督徒要表示讲，咱是基督徒，无需要挂一个金光闪闪的大十字架来显明家己的身份。所以你看牧师心上无十字架啦当然有的人是较无爱挂物件啦这个有自由的心的人不喜欢挂这个项链啦会感觉真非常的拘束啦这个是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创设120档的这个纪念章啦拄好真拄好，咱教会成立1985年就是台湾基督长老教会设教120档所以这嘛真合于咱的教会的这个礼拜的但是咱基督徒真正你要表示你是基督徒，毋免一个金光闪闪、众人看会到的大十字架，毋是咱基督徒上明显的记号，就是咱兄弟姊妹彼此相疼。咱兄弟姊妹彼此相疼，这就是咱基督徒上明显、上清楚、上重要的记号。这是网络顶面的相片但是这句话He ain't heavy, he's my brother 这其实是一首歌，这是一个西洋老歌He ain't heavy, he's my brother 他不重，他是我兄弟这首歌其实来源是19世纪末苏格兰的牧师James Wells 伫伊写的一本册《耶稣的比喻》这本册的中间的一个遇到故事。伊讲路中有看到一个真瘦、真瘦弱的一个查某囡仔，细汉查某囡仔，伊派着伊的小弟，伊的小弟
差不多甲伊就差不多大，所以边仔的人看到就甲即个细汉查某囡仔讲，你遮尔细汉，身躯遮尔瘦，啊排你弟弟真重，安尼我帮你排好啊啦。边仔的人问伊讲，伊敢有需要帮忙的时阵，即个细汉查某囡仔伊的回答就是 He ain't heavy, he's my brother。伊袂重，伊是我的兄弟。伊袂重，伊是我的兄弟。这就是即首出名的西洋老歌的即个唱片封面啦。即个团体叫做Hollies，The Hollies。这个有年纪的知啦。有年纪的才知。这是两兄弟。短短即个他不重，他是我兄弟。即句话就是即个疼的负担，疼会当互咱的重担来变轻。所以咱就会当思考着，是为什么父母愿意为着家己的囡仔来牺牲，也是讲军人伫战场的顶面，为着同袍舍身相救。电影常常演，一个塑料弹落伫头前，然后咧阿兵哥中间其中一个就拍去，来爆炸了后，用身躯来保护伊的同袍。过来咧，侪外国宣教师来到伫台湾，为着甲家己无任何血缘关系的台湾人，献出因的青春的岁月，献出因生命中间上美好的一段时间，拢献伫台湾。这就是疼的重担，但是疼，互重担来变轻。耶稣基督的疼，也互咱得到决心甲热情，会当付出行动，来彼此关心，来关心别人的需要，并且带互人正面的改变。所以疼，互重担来变轻。所以耶稣讲来担，我会担，因为耶稣基督的担就是疼。上帝是疼，伊疼咱，咱排伊的担，就是甲伊做伙来承担即个疼的重担。但是疼，互重担来变轻。所以，咱一般的人面对着过度工作的压力，常常面对着压力，人的反应就是埋怨。但是咱也来想，面对压力、重担、困难的时阵，埋怨遐多，完全无办法减轻家己任何生活的重担。埋怨无可能减轻重担，甚至互你的重担搁较轻、搁较重。为什么？无人爱甲埋怨真多的人做伙工作。咱在座有工作的，也是回想退休的回想以前甲你做伙工作的同事，迄款真够埋怨的，身躯边人拢真少，对无？你家己工作已经足辛苦啊，搁听你的同事伫遐埋怨，啥物拢看袂顺眼，结果咧，大家就甲伊保持距离。所以埋怨无办法减轻咱的重担，甚至互你重担搁较轻、搁较重，互你困难搁较大，因为透过埋怨，煞互你孤立。埋怨无办法减轻咱的重担，反倒转耶稣基督的恩典，互咱会当
将重担来交托互伊，并且互咱会当彼此互相来担当重担，佫会当互咱对伫听来得到快乐，互即个原本的重担无佫离遐尼重，无佫是遐尼重，所以愿咱会当靠主，互咱的重担真做轻。互咱会当得到平衡的生命，来更较经验到上帝的丰盛。咱做伙按头来祈祷，慈悲疼痛的主上帝，愿感谢你，你应允阮就是周君你会当得到安息，因为你疼阮，你也有大快乐，你通医治阮心中遐个伤害，你会当转换阮心中原本的怨恨，转换变成做感恩，甲彼此相听的热情。但是主啊，求主你互阮有信心来背你的重担，因为你的重担是疼的重担。是疼的负担，你的疼，互阮原本的重担，无阁是遐尼重，因为你疼的快乐是遮尼大。你的疼，互阮个人的重担彼此担当，你的疼，互阮也愿意来牺牲阮家己。你的疼，也互阮会当为着主你的旨意伫行。愿通放落家己的骄傲，放落家己原本看做重要的事，反倒转是谦卑来跟对你。所以恳求上帝，你互阮伫生活中间，阮愿意追求主你来得到安息。阮也透过交托，互主你来引带，有主你的疼伫阮的中间。互阮的重担无阁是重担，阮的重担变成疼的负担。恳求上帝，你带领阮，看顾阮。阮祈祷是我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应得上帝的话，咱来吟圣诗第538首。我心大欢喜，主点心悲。虽然伫世界哪阵伫天，做上帝好事，满心欢喜。救主用宝血洗我清气，但我爱报扬弥利俄罗，为我主耶稣赎罪功劳。请咱起立来吟圣诗第538首。我
下面咱要来奉献，请籍南执事甲民兵执事来书献。下面我要来报告，请咱先开周报。报告事项第一项，请教会兄弟姊妹会使去迄招待岛领取2023年10月到12年的事工分担表，并且根据事工的分配预留时间。若对事工的安排有任何的疑问，请甲牧师也是甲当月轮值的长老来联络。第二，9月29礼拜五，适逢中秋节，迄天暗时查经祈祷会暂停一届。第三，10月2日是本年度的亚华礼拜，咱是要前往淡江中学来举行。迄天礼拜二有安排校史介绍甲校园的导览，并且要游淡水的景点，每一个人的费用是200块，请教会兄弟姊妹预留时间，并且邀请其他的家庭成员一同来参加。若要参加的会使向我来报名，以便安排车辆。第四就是若有探访的需要，愿意开放伫厝的举行家庭礼拜的兄弟姊妹，请来甲牧师讲，也是教会的长职，以便来安排。第四就是鼓励教会兄弟姊妹来参与每礼拜五暗时7点半到8点半的查经祈祷会来读经文。即摆是要读的是旧约创世纪。第六，下礼拜10月初1的主日礼拜题目是法甲工作的意义。经文是路加福音第19章1到第10节。圣诗是533首、140首甲394首。课英文是35。金句是路加福音的第19章的第10节。下面咱来看圣工的事项。即礼拜的招待是邦师乡甲春英节，清扫是素琴节。后礼拜的讲道是叶牧师，书会是梁长老，司琴是牧师娘，领唱是余养兄，书献是玉洁甲我本人，招待是素琴节甲丙龙兄，插花是江老师，清扫是宴庆节。奉献的部分，咱再去来看。咱即摆来读本周的金句是伫马太福音的第11章29节。我心内温柔谦逊，
恁陪我的胆来对我学，就恁的心性会得到安息。请我心内温柔谦虚，恁陪我的胆来对我学，就恁的心性会得到安息。我心内温柔谦逊，恁陪我的胆来对我学，就恁的心性会得到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恶，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的心就必得享安息。马太福音11章29节。下面咱来互相请安。下面咱来吟上吟的圣诗第400首，愿主仁爱甲我同在，无论去啥所在。愿主赐福你心神得安宁，甲你分享主的疼痛，亲像长流活水，伫蒙雾黑暗暝看去主的光。咱来吟2解，请起立来吟。恁就爱就近主耶稣基督来得到安息，因为亲近伊，还是伊听的款式，咱就会当伫生活中间，各人会同担彼此相担当，佫会当因为伊的听，咱会同担，无佫是同担，咱是有听的负担，来彼此关怀、彼此照顾，佫会当关心着咱四周围需要看顾、照顾的艰苦人。愿主赐福保护恁，愿上帝恩光变照恁，也用慈悲款待恁。愿主上帝常常看顾恁，守护恁平安。阿门。